再来看这几档桃园的人口，搁一直增加，去年是增加超过3万人哦，是全台湾各县市人口的成长率头名，人口嘛已经超过230万人咯。有卖厝的中人是指出讲，因为桃园的厝价无介悬，升价了后，大型的公共建设是真多，搁有机场捷运，交通是真利便，人口才愈来愈多。新的大楼一直伫咧起，桃园市最近这几年人口继续增加。去年新增加35000人，人口成长率是全台湾各县市第一名，总人口数正式突破230万。桃园市呢是6都中呢唯一连续5年人口呈现正成长的城市。那去年呢新增人口数呢也超过了35000人，那高居我们全台各县市成长率的第1位。对桃园人口一直增加，房仲业者认为，桃园2014年升价正济直辖市了，社会福利愈来愈好，重大公共建设愈起愈多，再加上桃园的厝价相对较低，机场捷运开通了，大幅度缩短北北桃的距离。吸引真侪湘北的民众搬来桃园，尤其在交通上面呢，又有陆海空的优势，包括像高铁啊、机捷啊，缩短了北桃的距离。那价格呢，房价也是特别的亲民哦。其中桃园人口年起北上最3个行政区，鼓山区3.03%排第1，第2名是观音区1.9%，第3名是桃园区1.52%。房仲业者分析，这3个行政区拢有新的重划区。新建案伫咧最近交厝，当户也慢慢搬入来，成做人口成长的主要区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